你？不是，你是谁呀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妈结婚，你说有没有说话份儿啊？哦。快起，快起，快！我戒指找不着了，快帮我找找，快点！不是，您穿婚纱干嘛呀？哎，这孩子，你说我穿婚纱干嘛？我结婚呗，我穿婚纱干嘛？妈，你不知道我跟赵文的关系啊？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爸的？赵文是谁啊？我女朋友啊。我认识他爸干嘛呀？你不认识他爸，你跟他爸结婚？我跟谁结婚？哎，你女朋友不是姓赵吗？啊。他爸肯定也姓赵吧？啊。我的新郎姓薛。神经病！我发现你睡糊涂了吧你？哎，儿子，你昨天提前从学校回来，为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妈今天要结婚吗？快去给我找戒指，一会儿来不及了，来车了。不是，他不会跟他妈姓吧？你再说我跟你急了啊！快点帮我找去。你扔哪儿了？洗手间池子上看有没有？快点快！刚才我洗手，可能摘那儿了。哎，我新爸干嘛的呀？他多大年纪？结过几次婚啊？哎，他有几个孩子呀？孩子都是干什么的呀？哎呀，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快找吧，有没有到底？哎呦，这不在这儿呢吗？啊，在哪？找着了？是不是这个呀？太好了，就是他。慢点，慢点。我知道。慢点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行了，我知道，你甭管。不是，新爸你好，我是楚木。什么新爸？这是你新爸的司机小吴。我这司机都长这样了，我新爸得长什么样啊？别贫了你，小吴，这是我儿子，叫楚木。你好，你好。没睡醒呢，还说一上午梦话了都。哎，我新爸没来。新爸在那边呢，快上车，上车。上。你前面去。来，走。好嘞。谢谢。说啊，这三爸真舍得下血本，租这种地儿得不少钱吧？你说什么呢？哪儿租的呀？这是咱新家。啊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儿子楚木，啊，这是三爸，叫三爸。三爸，薛茂祥，那进去吧。啊。祥哥，要不要再等等薛洋啊？不等了，开始了。新婚快乐！这就是薛洋，我儿子。哦，你好，长得真像香港电影明星。啊，我叫文楠，你就叫我文姨就行。干嘛呀你？不是，你是谁呀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妈结婚，你说有没有说话份儿啊？哦，哎，薛大少，你今儿不光添一妈，你还添一兄弟，你赚大发了你。那个，我叫周浩，既然你以后是薛洋的兄弟了，那就是我们朋友了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兄弟的啊。我没有兄弟，我妈在我7岁的时候就过世了。这辈子能让我叫妈的只有她一个人。哎，来，三月平安啊，兄弟！
是吧？哎呀，行了，你没完了。薛洋比你小，是你弟弟，啊，他不懂事儿，带着人这儿瞎闹，你也跟着瞎闹，你也不懂事儿啊。哎呀，你们这年轻人的这种庆贺方式，我们还真是不是特别习惯，是不是哥？无所谓，真的，只要祝福是真诚的，什么样的形式我们都接受。哦，对了，来，这是我儿子，叫楚木。啊，是你让我今天必须来的，所以我来了。不过还是走吧，对你有好处。生日快乐！孩子们的祝福完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啊，咱们开始吧，哥。好，开始。赶紧趁热。你怎么又买这种啊？你不能买个好点的。你妈都傍上大款了，你还不请我吃哈根达斯啊？哎，说实话，我就真不理解啊！你说那哈根达斯除了价儿跟别的冰淇淋不一样，还有什么区别啊？你要实在喜欢这儿，赶明儿我给他换一哈根的包装，行不行？跟你没法交流。来，关于你那新爸，你之前什么都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妈电话里也没给我提过，我就是到了昨天我才知道，其实他就是我妈新去那公司的老板。你妈去那公司不到1年吧10个月吧，人才啊！哪天得让我老妈抽空跟你老妈好好学习学习。你说要是我哪天一觉醒来，也有一大款后爸在那儿候着我呢，多好呀！你自己傍一大款不完了吗？你现在一脚踏入豪门了，我不就等于变相傍了大款吗？我跟你这2年也算有点价值哈。你什么时候搬到别墅啊？那儿以后就是咱们俩据点了吧？哎，你要是邀请我一块儿过去住，我也不介意啊。别介，我介意。你矜持点行吗？我这叫真实，真实一直是我最大的优点，你刚发现？我是不会住到别墅里去的。那个薛家除了我妈，不会有任何东西再跟我有关系。你要想在我这儿傍大款，趁早死了心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又掐架？你们俩这段时间战火起得有点频呐。我挺心平气和的。哎，听说你老妈又结婚了，这都几爸了？3爸。这回还是一大款，所以人家脾气见长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跟你说，你别把屎盆子往别人脑上扣啊！哎，你这脾气是见长啊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。我们以后可就跟你混了。行啊，1年给我搬2次家，顺便再换一爸。哎，我那实习的地儿你给我联系了没有？啊，你明天找这人，电话和地址都在上面。你吃了吧，他也不吃，别浪费了。哎，好。干嘛呀？破冰淇淋你还送2回礼，你真豁得出去。哎，没事，我早就习惯了啊。今天没课呀？别吵，我睡觉呢。你还真沉得住气，你这后妈。